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係周家成牧師。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笑療法歡笑運動。笑呢係一種有益身心嘅健康運動，對於我哋陶冶性情、舒緩壓力同埋延年益壽呢，實在有好寶貴嘅作用。正如聖經箴言話俾我哋聽，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呢一個係上帝賜俾人類呢一份非常寶貴嘅禮物，係唔需要花錢就可以治療我哋身心健康嘅良藥。正如笑療專家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每日笑15秒呢，就能夠延長我哋2天嘅壽命；如果我哋每日笑45秒，就能夠防止高血壓同埋舒緩心理壓力；如果我哋每日笑15分鐘呢，我哋就能夠防止同埋舒緩身體嘅病痛2個小時。所以咁好嘅歡笑，我哋實在需要咧多啲一齊嘅參與。我哋常常笑口常開，盡情歡笑，就帶俾我哋身心靈嘅健康。喺歡笑裏邊咧，無論我哋係微笑抑或大笑，我哋咧嘲笑抑或狂笑，我哋喜笑抑或暗笑。無論我哋真笑抑或假笑，只要我哋願意去笑，都會帶嚟健康嘅效果。正如呢個嘅笑療專家話俾我哋聽，歡笑帶俾我哋好多醫療效果。特別係對於患有癌症嘅病人，有呢個咧係抗癌嘅一個嘅作用，舒緩癌症嘅疾病。仲有咧係舒緩我哋身體嘅痛症，亦都會帶嚟幫助。並且咧，亦都帶俾我哋咧係提升免疫系統嘅功能，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咧帶嚟幫助。笑亦都能夠對於我哋身體嘅內臟咧嘅健康帶嚟幫助，譬如改善肝嘅功能、改善腸胃嘅功能、改善心肺嘅功能，都帶有咧舒緩嘅作用。並且對於我哋嘅美容護膚，對於我哋嘅減肥瘦身，都會帶嚟咧一個奇妙嘅效果。仲有笑亦都能夠改善我哋嘅睡眠，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咧帶嚟好大嘅幫助。呢個咁好嘅笑療法，我哋點樣可以一齊學習呢？我同大家分享咧，呢個笑療法有9個嘅主題。咁喺呢9個主題裏邊咧，有5種嘅元素。第一係一首詩歌，第2係快樂訊息，第3係健康運動，第4咧係不同歡笑，第5咧就係配合遊戲。喺呢5種元素咧，就結合咧我有9式主題嘅笑療法，有呢一個嘅快樂笑療法、感謝笑療法、禱告笑療法、讚美笑療法、選擇笑療法、寬恕笑療法、掃除笑療法、放下笑療法，同埋信望愛笑療法。笑療法歡笑運動咧有一個事前嘅熱身，有3方面。第一咧，我哋要拍手掌；第2咧，要有歡呼嘅聲音。而家我哋正式示範。哦哦哈哈哈！哦哦哈哈哈！哦哦哈哈哈！呢個咧係自我嘅鼓勵。每一次做完9式笑療法，任何一式，我哋都俾自己自我嘅鼓勵。呵呵哈哈哈！除咗自我鼓勵之外咧，亦都有其他人喺你身邊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彼此鼓勵，好似而家我咁樣。呵呵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唔單止向一個人，向其他更多嘅人表達呢個嘅讚賞。呵呵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好啦，做完呢一個嘅係拍掌同埋歡呼，其實呢個2個嘅動作咧係幫緊我哋咧係身體健康同埋心肺嘅功能都得着幫助嘅。跟住我哋就全身熱身，我哋一齊做咯喎，我哋就係咁樣全身喐動，表示咧我哋有一個預備嘅狀態，開始咧係預備做呢一個笑療法歡笑運動。最後第3個熱身運動咧就係彼此祝福健康快樂，祝福你健康快樂，祝福你健康快樂。如果你自己喺屋企操練嘅話咧，
你就係祝福自己健康快樂。當我哋預備呢個咁快樂嘅心情，我哋就開始操練笑療法歡笑運動。我在這裏快樂，我在那裏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我在這裏快樂，我在那裏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我在這裏讚美，我在那裏讚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讚美。我在這裏讚美，我在那裏讚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讚美。我在這裏禱告，我在那裏禱告，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禱告。我在這裏禱告，我在那裏禱告，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禱告。每一式嘅笑療法，除咗一首嘅詩歌，我哋就有一個快樂訊息。快樂訊息呢係有3個重點。第一係自得其樂，自得其樂係鼓勵我哋呢主動嘅去尋找快樂、興趣嘅活動。無論你係自己喜歡琴棋書畫，或者係種下花、養下寵物，又或者參加社區裏邊、教會裏邊嗰啲不同嘅社交小組活動，都能夠帶俾我哋咧歡樂。第二咧，我哋要知足常樂。所謂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者富亦憂。我哋多啲去感謝我哋擁有嘅嘢，唔好為冇嘅嘢、失去嘅嘢咧而埋怨，多啲常存感恩嘅心，我哋就會知足常樂。第三咧就係助人為樂。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你見到全世界有咁多人做義工，點解呢？係因為喺幫助人嘅過程裏邊，自己生命得到成長，亦都能夠咧將歡笑、將祝福幫助我哋身邊好多有需要嘅人。嗱，呢3個快樂嘅訊息，希望我哋做呢一個嘅運動嘅時候呢，我哋都可以常常去思想，我有冇喺邊方面做得唔夠呢？我哋就多啲努力，加把勁。嗱，現在我哋就開始係第一式嗰個嘅動作，大家先留意個動作，雙手嘅大拇指遞高，我在這裏快樂，我在那裏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然後再重複一次，我在這裏快樂，我在那裏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跟住到歡笑嘅動作，先拍3下，呵呵呵，呵呵呵。右手兜一個圈，左手兜個圈，然後左右手咧撥3下，先右邊，左邊，再右邊，然後重複拍3下，呵呵呵。然後右手兜個圈，左手兜個圈，左右手兜4下，1、2、3、4，呢個呢就係快樂笑療法呢一個嘅健康運動，
加不同歡笑。現在我正式示範。我在這裏快樂，我在那裏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我在這裏快樂，我在那裏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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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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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哋做呢一個嘅快樂呢個笑療法，除咗自我操練之外呢，如果屬於團體呢，亦都可以兩個人呢一齊去互相係歡呼，同埋互相去做呢個嘅快樂笑療法。咁我哋就能夠快樂彼此嘅係傳遞彼此嘅影響。咁最後呢，我哋呢個快樂笑療法呢，就用配合遊戲。呢個遊戲呢係一個快樂宣言，就要自己同自己講，或者我哋整個團體一齊講：我要努力成為全世界最快樂嘅人，耶！我要努力成為全世界最健康嘅人，耶！我要努力成為全世界最幸福嘅人，耶！只要你肯努力，你一定做得到。第二式讚美笑療法，佢嘅快樂訊息主要就幫助我哋學習多啲去欣賞自己、欣賞別人同埋欣賞大自然。好多時候我哋唔開心呢，就係我哋發掘唔到自己嘅優點。我哋多啲去提升自己一啲嘅優美嘅一啲嘅特質，同埋多啲去睇到周圍一啲美好嘅事物，特別去到大自然，睇到一花一草一木，睇到天空嘅鳥、海裏嘅魚，同埋咧好多大自然嘅美景生態嗰種嘅美好，嗰種嘅循環，帶俾我哋咧一種嘅歡欣。多啲去欣賞我哋周圍嘅事物，包括你自己、別人同埋大自然。當我哋明白咗呢個快樂嘅訊息，我哋就可以配合健康嘅動作。首先就係右手好似雀鳥咁樣撥兩下，然後左手好似雀鳥咁樣撥兩下，然後跟住中間連埋腳呢，就係有個喐動，一、二呢個呢就係動作。咁我就做咗呢個嘅動作之後呢，咁我哋就配合笑嘅動作。笑嘅動作一樣係拍三下手掌，呵呵呵，然後就會用大拇指去讚賞右邊，去讚賞左邊，最後呢就係讚賞自己。好，現在我正式示範一次。我在這裏讚美，我在那裏讚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讚美。我在這裏讚美，我在那裏讚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讚美。呵呵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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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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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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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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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咁當我哋做完呢一個嘅係運動加歡笑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配合遊戲。配合遊戲呢，主要就係可以分成小組啦，或者可以自己同自己做，就係呢去讚賞一下自己有啲咩值得欣賞，讚賞別人有啲乜嘢值得欣賞，由佢嘅外表開始讚賞，讚到佢嘅內心，佢嘅為人有啲乜嘢值得我哋讚賞嘅地方，以至我哋建立一個讚賞嘅文化、讚美嘅文化，我哋嘅心境呢就會更加愉快，別人嘅心境呢都一樣得着愉快。第三式禱告笑療法。禱告笑療法嘅快樂訊息就係我哋有安靜心靈嘅空間。好多時候我哋好忙碌，俾自己咧冇安靜嘅空間，
所以安靜心靈讓我哋調教我哋嘅生活步伐。我哋會太鬆，我哋會太緊，我哋稍作調整，讓我哋嘅心靈咧能夠平靜。第二咧，我哋要常想一意。雖然人生不如意嘅事情十常八九，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忽略咗有一兩件令我哋開心嘅事。喺開心嘅時候，喺安靜嘅時候，多想開心嘅事，我哋就會更開心、更快樂。最後，我哋喺禱告協律法裏邊咧，我哋能夠依靠上帝重新得力，釐定前面呢一個嘅目標嘅人生，咁我哋就會能夠重新得力。現在我哋有咗呢個快樂嘅信息，我哋試下配合呢個動作。個動作呢，首先我哋用禱告嘅手勢，然後我哋右腳向前一步，左腳亦都踏前，然後右腳向後一步，左腳亦都向後，跟住我哋右腳向右邊，左腳亦都去埋，然後左腳翻中間，右腳又去翻中間。呢個係第一方面。跟住到第二呢，我哋就要左腳啦，左腳向前，右腳亦都向前，左腳向後，右腳亦都向後，左腳打橫，右腳打橫，右腳去到中間，左腳去到中間。咁我哋做完呢啲手勢之後，呢啲動作之後，我哋就配合呢個嘅不同嘅歡笑，我哋就拍3下手掌，跟住我哋做一個笑臉嘅動作。咁然後呢，就同自己一齊歡笑。好，現在我正式嘅示範。我在這裏禱告，我在那裏禱告，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禱告。我在這裏禱告，我在那裏禱告，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禱告。嗱，當我哋自我操練最少每一次咧都要做3次。運動歡笑之後呢，我哋就配合遊戲，幫助我哋體驗禱告笑療法嘅幫助，就係人生回顧、數算恩典。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階段，有時我哋會開心，有時會痛苦，有時會喺高地，有時會喺低地。喺呢啲咁樣嘅人生歲月裏邊呢，我哋多啲回顧一下點樣得着人嘅幫助，得着上帝嘅幫助，我哋就能夠靠着上帝嘅恩典重新得力。第4式感謝笑療法，主要嘅快樂訊息就係幫助我哋去學習咧，多啲去多謝我哋身邊嘅人，包括多謝我哋嘅家人，多謝我哋嘅朋友，甚至多謝我哋嘅上帝。因為喺人生嘅歲月裏邊咧，我哋面對好多崎嶇難行嘅路，我哋嘅家人、朋友，以至我哋嘅信仰，幫助我哋能夠咧係使我哋能夠有力量行走人生嘅每一步。所以我哋學習去多謝、去感謝我哋身邊周圍嘅人。快樂訊息之後呢，我哋就配合呢個嘅動作。首先我哋嘅右手遞起，我在這裏感謝，然後到左手，我在那裏感謝，然後雙手喺中間兜3個圈，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感謝。咁跟住呢，就到歡笑嘅動作啦。歡笑嘅動作，我哋先拍3下手掌，我哋嘅右手同人握手。第二，我哋嘅左手同握手，然後雙手一齊握，表示我哋好誠懇嘅去多謝我哋身邊嘅家人、朋友同埋上帝。好，我哋現在正式示範。我在這裏感謝，我在那裏感謝，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感謝。我在這裏感謝，我在那裏感謝，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感謝。
咁當我哋做完呢一個嘅運動同埋歡笑之後呢，我哋就配合呢個遊戲。配合呢個遊戲呢，就係一個叫做人生障礙賽。人生障礙賽呢，我諗我哋好多人都玩過，就係我哋呢就蒙住雙眼，然後呢係喺你後邊有一個人，佢係唔可以觸摸你，但係呢佢要話俾你聽，前邊向左向右，咁而喺當中呢有好多嘅擺咗唔同嘅障礙物。我唔單止一個人喎，仲可以2組、3組同時進行，我哋就會感受到邊一個人最快到終點呢？又能夠排除一切嘅困難呢？就係要多謝你後邊嗰位嘅朋友，就係多謝我哋嘅家人、朋友同埋多謝上帝，用呢個嘅心情，我哋就能夠體會到感謝笑療法帶俾我哋滿心歡喜。第5式選擇笑療法。人生有好多嘅交叉點，我哋面對人生要有好多個抉擇。當我哋面對環境同埋心境都好惡劣、好痛苦、好困難嘅時候，選擇笑療法幫到你。第二，我哋面對呢個黑暗同埋光明嘅抉擇。黑暗係代表乜嘢？就代表好多嘅罪惡嘅引誘，好多不良嘅習慣，好多負面嘅情緒，令到我哋唔曉得脫離呢個困境。喺黑暗痛苦當中，點樣能夠找到光明嘅路呢？第三就係天堂同埋地獄嘅心境。喺呢個心境嘅抉擇嘅裏邊，有時候我哋唔識得點樣面對，我哋點樣能夠由地獄嘅心境轉化成天堂嘅心境呢？因為我哋會被好多負面嘅困難、負面嘅環境，令我哋原本喺天堂嘅環境當中跌到落谷底，好似地獄嘅心境呢。選擇笑療法幫到你。嗱，現在我哋學習呢個嘅動作。首先，我哋嘅右手擺上邊，我在這裏選擇；然後到左手，我在那裏選擇；然後擺到右手胸前，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選擇。我再示範一次，我在這裏選擇，我在那裏選擇，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選擇。大家要留意到咧，我剛才嗰個動作咧，擺個頭嗰度係表示，當我哋面對人生好多抉擇，我哋要用頭腦、用知識去好好嘅思想點樣去面對。同時，我哋擺個心口嗰度係代表我哋需要花心思喺人生嘅抉擇裏邊，我哋點樣能夠尋求幫助呢？呢個係動作本身俾我哋嘅提示。跟住到笑療法呢一個選擇笑療法幫助我哋呵呵呵，然後用打電話嘅動作，首先右邊就係發出歡笑，然後拍3下手掌，呵呵呵，又到左邊打電話發出歡笑嘅動作。點解打電話能夠發出歡笑嘅動作呢？因為當你喺人生嘅困境嘅時候，你打個電話俾最關心你嘅人，嗰個可能係你嘅家人、你嘅朋友、你嘅同事、你教會嘅弟兄姊妹，甚至你可以打電話俾主耶穌，讓你喺人生揾唔到抉擇嘅出路嘅時候，一個歡笑嘅電話帶俾你有一個美好嘅一個人生嘅選擇。現在正式示範。我在這裏選擇，我在那裏選擇，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選擇。我在這裏選擇，我在那裏選擇，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選擇。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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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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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睇我笑得咁開心，就你可以想像到有好多嘅情侶，佢哋拍拖嘅時候咧，最中意係咩呀？就係煲電話粥，傾幾個鐘頭都咁開心，因為佢知道喺佢身邊有一位嘅摯愛，好關心佢。以致咧，佢能夠喺人生嘅抉擇上面咧得到支持同埋鼓勵。
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嘅歡笑運動之後，我哋配合遊戲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遊戲，呢個咧就係叫做拋豆袋嘅遊戲。我諗拋豆袋大家好明白啦。咁我哋咧就用兩個呼啦圈，喺呢兩個呼啦圈裏邊咧就放上呢個嘅心境、環境，又放咗黑暗同埋光明，又放上天堂同埋地獄。喺呢啲嘅人生嘅抉擇裏邊，我哋拋個豆袋，有時候咧會拋中，有時候咧會唔拋得中，就好似我哋人生嘅選擇咧，唔一定會成功，我哋有時會失敗。但係我哋成功固然開心，但係失敗咧，我哋唔需要灰心，我哋只要打個電話，話俾其他人聽，請你將嗰個呼啦圈擺前一啲，你就能夠方便喺你容易喺你能力做得到嘅，能夠作出最美好嘅人生選擇。第六式寬恕笑療法。寬恕笑療法嘅快樂信息就係、第一就係、讓我哋寬恕帶嚟快樂嘅心情。當我哋恨一個人、嬲一個人，自己辛苦，別人亦都痛苦，所以寬恕咧其實係帶來咧真正嘅快樂。第二咧，寬恕亦都能夠咧係突破人際嘅關係。好多嘅人際嘅困擾就係因為我哋唔肯寬恕。當我哋肯寬恕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嗰個嘅破鏡重圓嗰個嘅美好嘅關係咧，就係因着我哋嘅寬恕帶嚟美好嘅和諧、美好嘅人際關係就重新被建立。寬恕亦都帶嚟咧活出呢一個愛嘅真諦，體驗到乜嘢係原諒，乜嘢係寬恕，乜嘢係接納，讓我哋能夠去擴闊自己嘅心境，能夠容納唔同嘅人、唔同嘅意見、唔同嘅立場，以致我哋能夠咧做一個咧心裏係歡欣快樂嘅一個人。快樂信息之後咧，就係配合呢個嘅動作。動作首先就係右手就係遞高，左手遞高，然後左右手兜個圈，去到心中，然後慢慢放下，亦都配合隻腳咧有上下嘅高低。現在我再示範一次，我在這裏寬恕，我在那裏寬恕，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寬恕。健康運動之後呢，就係歡笑嘅動作。歡笑嘅動作呢，就係飲牛奶嘅動作。飲牛奶呢，大家知道呢，甜到入心，就好似我哋寬恕人呢，我哋就能夠開心甜蜜一樣。個動作好簡單，就係舉起雙手指，然後右手放翻轉頭，左手放翻轉頭，跟住就係飲牛奶啦。跟住拍三下，呵呵呵，再嚟一次，飲多次牛奶。右手、左手，然後呢，就再飲牛奶嘅動作。現在我正式示範。我在這裏寬恕，我在那裏寬恕，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寬恕。我在這裏寬恕，我在那裏寬恕，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寬恕。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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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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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咁當我哋做完呢個嘅歡笑嘅運動之後呢，我哋就配合呢個遊戲。配合呢個遊戲呢，我叫佢做榕樹頭講古。係咩意思呢？就係好似我哋香港有一個大笪地有好多人呢喺度講好多嘅故事。同樣，我哋可以係去分享喺我哋人生嘅歲月裏邊，我哋有冇一啲得罪嘅人，或者係別人原諒你嘅人？我哋諗下當我哋去寬恕人或者接受別人呢對我哋嘅寬恕，我哋同樣會帶嚟呢歡欣。我哋分享我哋原諒人嘅經歷、寬恕人嘅經歷，呢個榕樹頭講古，又能夠去鼓勵更多嘅人用愛心去彼此寬恕，
以致能夠突破人際關係，建立美好快樂嘅人生。第七式掃除笑療法。喺呢一個嘅笑療法當中咧，主要係幫助我哋掃除咧心裏邊一啲負面嘅情緒。今日影響人唔開心咧，係因為好多負面嘅情緒，好似自怨自艾、自卑自憐、自暴自棄、自私自利。呢一啲負面嘅情緒困擾好多人咧喺呢一個嘅唔好嘅心境當中。咁所以咧，我哋透過呢個笑療法就叫做掃除笑療法，將負面嘅情緒拎走晒，以至重新灌入歡欣快樂嘅情緒喺我哋裏邊。現在我先介紹嗰個嘅健康運動嘅動作。掃除笑療法，首先我哋雙手擺喺胸前，然後就係上下手，上係右邊，下低係左邊。我在這裏掃除，我在那裏掃除，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掃除。我再示範一次，咁發覺咧喺嗰個嘅動作上面咧，都係保持喺胸前，係上下左右擺動。我在這裏掃除，我在那裏掃除，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掃除。然後到歡笑嘅動作。歡笑嘅動作就係呵呵呵，然後遞起左手，揸住手指公，呢個就係睇日記帶俾我哋歡笑。睇到我哋掃除一啲負面嘅情緒，就好似一個心靈嘅一個嘅洗滌一樣，令到我哋咧充滿歡欣。跟住我哋打開右手嘅日記簿，用左手指住我哋掃除負面嘅情緒，讓我哋重新有開心嘅日子，將佢寫低。最後我哋將左右手呢個日記再睇清楚一啲，就帶俾我哋歡欣。就好似我哋全身整污糟咗，當我哋沖完涼之後呢，哇，全身乾淨晒，個人呢都會開心快樂好多。現在正式示範。我在這裏掃除，我在那裏掃除，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掃除。我在這裏掃除，我在那裏掃除，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掃除。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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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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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當大家咧做完呢一個嘅歡笑運動之後咧，我哋可以配合遊戲。今次呢個配合遊戲好簡單，就係揾一首嘅詩歌，對你有鼓勵嘅詩歌，好似奇妙雙手。或者好似呢一個讚美之泉，又或者其他對你有幫助嘅詩歌，用一首嘅詩歌去回憶一下，讓呢一個嘅掃除呢一個嘅係將負面情緒挪開之後，重新帶嚟開心快樂嘅情懷，一首嘅詩歌去祝福你自己。第八式放下笑療法。放下笑療法咧，話俾我哋聽咧，今日好多人唔開心，因為太多重擔、太多包袱、太多嘅執着，所以我哋需要咧放低呢啲包袱，放低呢啲重擔，放低呢啲嘅執着，我哋能夠重新擁有快樂。有位年青人咧，佢就係太多人生嘅包袱，佢有感情嘅包袱，有呢個嘅工作嘅壓力，亦都有錯綜複雜嘅人際關係，令到佢好困擾、唔開心。佢去尋找一個智者，希望俾佢人生一個啟迪。嗰個智者就同佢講：好，請你同我去到另一邊海岸，我就將呢個答案話俾你聽。於是佢哋一齊坐船去到對岸之後，嗰個嘅智者就同呢個年輕人講：請你孭住架船，同我一齊行上山啦。呢個年輕人就話：唔係啊嘛，架船咁重，我點有能力可以孭得起呢？跟住呢個智者同佢講：年輕人，我哋人生就係咁樣，我哋有好多嘅包袱，可以成為我哋人生嘅一個嘅提醒，
但係提醒之後就要放低，就好似呢架船喺我哋人生嘅路上幫助我哋渡過海岸，但係渡過咗之後就要放低感情嘅包袱、工作壓力、人際嘅複雜、疾病嘅困擾，呢啲嘅包袱經歷咗之後就要放低，我哋就重新上路，我哋就能夠重拾快樂嘅人生。快樂信息之後呢，就係健康運動嘅動作。首先我哋就係向右邊，我在這裏放下，我在那裏放下，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放下。跟住到左邊，我在這裏放下，我在那裏放下，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放下。跟住拍3下，呵呵呵，配合歡笑嘅動作呢，就係首先右腳向前，左腳擺後，就兩手呢向前，係一個歡欣起舞當我哋雙腳擺動，雙手擺動，表示當我哋放下重擔呢帶嚟嘅歡樂。跟住拍3下手掌，呵呵呵，就到左腳向前，右腳向後，同樣發出呢一個呢歡欣起舞嘅動作，表示呢我哋放下重擔，放下包袱呢帶嚟呢雙腳輕散，全身都有個輕快。現在正式示範。我在這裏放下，我在那裏放下，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放下。我在這裏放下，我在那裏放下，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放下。呵呵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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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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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哋做完呢個嘅歡笑運動之後呢，咁我哋就配合呢一個嘅遊戲，就係叫做甜酸苦辣大排檔。咁大家都去過大排檔食飯，咁呢好多嘅菜式有甜酸苦辣，咁啊樣樣嘅餸菜呢都有佢嘅特色，但係呢都能夠食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嘅。咁所以甜酸苦辣大排檔就係我哋可以話俾自己聽我最中意甜嘅係食乜嘢，酸嘅食乜嘢，苦嘅食乜嘢，辣嘅食乜嘢，然後將佢呢好似一個呢係九大簋咁樣將佢呢共冶一爐，令到你能夠喺好多不同嘅食物，就好似人生有好多甜酸苦辣一樣，我哋都能夠豐富我哋嘅人生。如果我哋團體玩遊戲呢，我哋就每人講一樣，一樣講甜，一樣講酸，一樣講辣。咁咧就講完之後呢，大家一齊開飯啦！咁大家一齊呢就可以好開心嘅返到座位裏邊，一齊分享人生喺唔同嘅階段裏邊享受甜酸苦辣，其實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問題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喺辣喺苦呢個過程當中，我哋識得放低，能夠重拾好似甜帶俾我哋嗰種嘅歡樂。希望大家一齊煮出呢個美好豐盛嘅佳肴喺我哋嘅人生裏邊。第9式信望愛笑療法。呢個信望愛笑療法嘅快樂信息就係用信心勇者無敵，用愛心仁者無敵，用盼望永不放棄。呢3樣都係一個積極人生嘅態度，信心、愛心、盼望，能夠幫助我哋能夠邁向標杆嘅人生，邁向一個更豐盛嘅生命。所以我鼓勵大家一齊做呢一個信望愛笑療法嘅時候，去提升自己勇敢嘅去學習同埋擁有信望愛嘅精神，幫助我哋跑出一條成功快樂嘅人生路。現在我正式示範嗰個動作。喺動作上面呢，大家就需要留意首先就係左手邊，雙手放喺左手，我在這裏相信。然後撥翻去左邊，
我在哪裏相愛？然後中間呢，就係盼望啦。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盼望。跟住去返中間，雙手擺喺右邊。我在這裏相信，我在那裏相愛。然後到左腳，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盼望。當我哋做完呢兩個健康運動嘅動作之後，嗰個歡笑嘅動作呢，拍3下，1、2、3，呵呵呵。之後我哋就提出雙贏嘅手勢。首先右手 V 字，然後到左手 V 字，表示咧贏取豐盛嘅人生。然後雙拳緊握，表示當我要努力嘅時候，我就能夠用信望愛嘅精神，我就能夠贏取成功同埋快樂嘅人生。現在正式示範。我在這裏相信，我在那裏相愛，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盼望。我在這裏相信，我在那裏相愛，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盼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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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歡笑運動之後呢，配合嘅遊戲呢，我俾佢個名呢叫做信望愛報數。嗱，信望愛報數點樣玩呢？就好似我哋玩1、2、3、1、2、3報數一樣。我哋唔同嘅人呢就講信心、愛心同埋盼望。當我哋重複講信心、愛心、盼望，係提升我哋呢，我哋喺人生嘅路程當中呢，我哋需要擁有呢一啲信望愛嘅精神。咁但係為咗增加個趣味性呢，我哋喺報數嘅過程裏邊呢，我哋可以揀其中一個，譬如話愛心，用拍手掌代替。咁即係話信心、愛心、盼望。咁即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呢，我哋要輪住落去，信心、盼望、信心、盼望。咁除咗愛心拍手掌呢，我哋亦都可以盼望或者信心拍手掌，於是者去報數，去讓我哋報數嘅過程裏邊，將信心、愛心、盼望呢一個嘅精神呢，能夠提升我哋面向呢一個嘅人生，我哋能夠充滿信心、充滿盼望、充滿愛心，以致帶嚟歡欣、喜樂嘅人生。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已經睇過9式笑療法。嗱，呢9式笑療法咧，會幫助你健康同埋快樂。不過如果你要成功嘅話咧，我俾4個心志大家。第一，我哋要有信心，相信上帝用歡笑呢個嘅運動去祝福你嘅健康。第二，你要用愛心，你要愛惜自己健康，愛惜別人健康，你正會每一天加以操練。第三，你要有恆心，就係提醒我哋快樂係每天我哋都要爭取、需要努力嘅。最後呢，我覺得一個誠心好重要，就係我哋有一個投入嘅心，我哋好似童真嘅投入，我哋好似返老還童咁樣，好開心，能夠呢透過歡笑嘅運動帶俾我哋開心、快樂同埋健康嘅一個人生。我希望大家一齊努力，能夠完成呢個笑療法歡笑運動，帶俾你身心靈都得着健康。